呢台 GLC 車主反映發動機燈着咗，跟住落嚟睇下我哋點樣揾問題、解決問題。我哋用電腦檢查，確定咗係節溫器存在故障。新嘅節溫器就到咗啦，我哋建議用返原廠嘅。節溫器咧就已經換咗啦，故障燈咧已經係唔存在啦。同樣係出現一個節溫器嘅一個問題漏水而出現嘅故障率咧就唔同啦。呢部咧就係有着發動機故障燈嘅，呢部咧就係因為純漏水要換嗰個節溫器，所以講 BBA 到咗一定嘅年份嘅時候咧，一定要注意嗰啲水件，因為嗰啲水件咧都會有老化嘅現象。而呢部 GLC 係因為着發動機故障燈嗰個節溫器發卡同埋漏水，導致佢着發動機嘅故障燈。如果你部愛車到咗一定嘅年份，建議大家都要檢查車內嘅水件啦，以免佢老化，導致漏水，形成咗發動機不必要嘅損傷。我哋中山寶德可以提供免費嘅檢查服務，出個合理嘅維修方案俾你。你剛需要，我正專業。記得關注我哋中山寶德哦。